易云高 第三世多杰羌佛，正宗佛法大师。关于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的说明。2008年4月3日，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易云高大师，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杰羌佛的第三世降世，佛号为第三世多杰羌佛。从此，人们就以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来称呼了。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其名号为悉达多太子，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无释迦牟尼佛了。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 来冠名第三世多杰羌佛，即 第三世多杰羌佛。这说明了美国国会对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尊敬。而且，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以前的易云高和大师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新闻是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三世多杰羌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易云高 第三世多杰羌佛，正宗佛法大师。中华日报第19766号第8版新项。中华民国89年5月13日星期六，佛教佛学佛法政协研讨会评定易云高正宗佛法大师，沈家珍佛教善知识。记者付希瑶·台北报道。由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主办的佛教佛学佛法研讨会昨12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闭幕。经过与会的28个国家佛教团体2000多位高僧、大德、居士7天的分组讨论票选后，评定易云高为正宗的佛法大师，沈家珍为佛教善知识。对于宋七力、青海、李洪志、张洪宝4人，则未予同样的认定。包括世界僧家协会主席悟明长老、全球唯一汉人格黑美国密总会主席洛桑珍珠活佛、联合国际佛教会主席福藏罗布大师等高僧都在大会投票，经过各国代表表决，获得上述评定。福藏罗布致辞指出，要鉴别法王、活佛、法师的真伪，经依经教、道德来评定。在观看了易云高的2958卷录音带、137卷录影带后，认定易云高显密圆通，五明具足。洛桑珍珠活佛则推崇易云高确实具有佛法的正量，是因为可以依止的佛门巨匠。悟明长老特别赞扬大会主席广心上人承办这场本世纪这项佛门盛会，邀请世界各国高僧、大德齐聚一堂，支持如来正法。这位显教精神领袖强调，21世纪是佛教的世纪，将继盛唐之后蓬勃发展。但目前却有宗教乱象，值得佛教界重视。据了解，许多佛教徒写信给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要求鉴别李洪志、沈家珍、易云高、宋七力、张洪宝、青海等6人。在7天的会议期间，各国代表详尽研究，积极发言阐述见解，认为世界上的种种宗教乱象
正是佛陀所说末法时期的真实体现。参加这场佛教盛会的有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尼泊尔、韩国、日本等28个国家的佛教机构、各大寺院高僧代表和在家大德、居士2100多人。图片说明：由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主办的佛教佛学佛法研讨会昨天在台北圆山大饭店闭幕。美国密总会主席洛桑珍珠活佛图左，联合国际佛教会主席福藏罗布图右等高僧都出席上项会议。